大家好，Air Sim 17團繼續出發。今條片會同大家去宮古島睇靚嘢同食下嘢，感受一下遠離煩囂嘅藍天碧海，仲會繼續發掘領航星號仲有咩好玩。唔講咁多，即刻去片。落咗船之後，再坐多程接駁車，就正式開始島上行程啦。宮古島嘅巴士班次比較疏，今日只有大半日時間停留喺度，所以我哋決定自駕遊，時間上會更容易控制。冇車牌嘅朋友仔都唔使擔心，領航星號都有提供島上 day tour， 可以舒舒服服咁去晒大部分嘅重點景點。第一站去食飯先。Harry's Stream Truck 係由黃色嘅巴士改裝而成嘅餐車，加埋藍天白雲同埋超大太陽，打卡都打到手軟啦。呢度一共有4款蝦飯俾你揀，我哋就揀咗人氣 No.1 嘅 Butter Garlic。大蝦沾滿牛油蒜汁，好香好送飯，係平時去日本唔多會食到嘅味道。附近仲有海灘靚景，一定要嚟啊！食完個飯，我哋就嚟到宮古島雪鹽博物館。喺呢度除咗可以了解到宮古島名物雪鹽嘅製作過程之外，當然仲買到以雪鹽製作嘅產品啦。難得嘅係仲可以體驗一下用雪鹽洗手。雪鹽真係好似雪一樣咁蓬鬆細滑，洗完手即時感覺到對手都滑咗啊！臨走前記得要食埋呢度嘅名物雪鹽雪糕啊！可以自己加雪鹽調味，店家就推介金桔、檸檬、BBQ 同埋原味雪鹽4種味道。食完雪糕出發去下一站，而家大家見到嘅呢條橋叫做池間大橋，連接宮古島同池間島，全長1425米啊！沿途景色真係非常之靚，自駕的話非常推介你過嚟走一轉。到啦！宮古島出名有好多靚海灘，其中一個極受當地人歡迎嘅就係呢個 Funakusu 海灘。經過隱蔽小路就會嚟到水極清、沙極幼嘅小海灘，海底仲可以見到各種珊瑚礁，有種世外桃源嘅感覺。不過呢度冇救生員，如果諗住會落水玩或者會玩浮潛，記得注意安全。冇帶裝備都唔緊要，呢度有間小店可以租借設備。有興趣記得出發前上網睇定小店有冇開。如果唔想濕身，又想一探海底世界，可以嚟呢個宮古島海中公園。入面有個水深5米嘅觀景區，可以睇到好多不同種類嘅海洋生物，舒舒服服就可以了解到宮古島嘅海洋生態啦。呢度都有手信可以買，帶返隻海龜走先。趁未天黑，帶大家去多個沙灘。呢個 Painagama Beach 全長360米，可以由宮古島市中心行到過嚟，亦都好近郵輪碼頭，係一個可以同郵輪一齊打卡嘅好地方。呢度都可以玩水上活動，不過喺海邊漫步都超級舒服，好有度假感覺啊！日落嗰陣最靚，可以留返少少時間喺呢度影靚相。睇咗成日景，係時候坐低食個晚餐啦。我哋揀咗呢間阿古豬專門店食 Shabu Shabu。如果想同時試晒店鋪最出名嘅和鍋同參鍋2種湯底，可以叫鴛鴦鍋。阿古豬雖然睇落比較肥，但食落比一般豬肉肉質更嫩更 juicy， 入口即化嘅口感啊，真係會令人一塊接一塊咁食。呢度有套餐，亦都可以單點。我哋就單點咗海葡萄、紅薯天婦羅、苦瓜雜炒、炸沖繩產地雞，一次過食晒沖繩嘅特色料理啊！玩到最後1秒，又要返上船啦。原本以為有2/3時間留喺船上面一定會好悶，但原來船上面真係有好多表演節目㗎。大堂位置更加係不停有唔同嘅表演同埋互動環節。例如朝頭早會有教練帶住大家做早操啦，晏啲又會有老師教你跳草裙舞喎，仲有重點嘅紅地氈之夜，工作人員會着住華麗服飾同大家影相，氣氛超級好，完全感受到領航星號幾咁有心機，將你哋嘅時間執到滿一滿。如果你都有興趣，好似我哋咁搭郵輪向世界出發，送個優惠碼俾你用啦！
只要於2026年2月13號至8月28號期間用呢個優惠碼購買領航星號香港出發航次，就可以有額外9折優惠。我哋今次嘅日本之旅全程都係用 AirSIM 嘅 Docomo IIJ 全無限數據，嚟宮古島仲要玩足全日自駕，靠晒 AirSIM 瘋狂揾路。無論係實體卡定係 eSIM 都好順冇叻機，下載速度有成60幾 Mbps 啊！如果你都想試下 AirSIM 有幾好用，機會嚟啦！只要喺呢個日期前用呢個優惠碼購買任何 AirSIM 或者 AirSIM E 亞洲地區數據套餐，都可以有30% 金碼回贈。詳情亦放咗喺 info box 俾大家慢慢睇。如果唔肯定自己部電話用唔用到 eSIM，可以開啟撥號畫面，輸入星井06井。如果出現 EID 條碼或文字，即係你部電話支援 eSIM， 咁就可以直接購買 AirSIM E eSIM 數據，卡都唔使插就可以出發啦。最後教埋大家點用 eSIM 啊！如果你係 AirSIM 現有客戶，就要先登出賬戶，然後點選 AirSIM E， 再註冊一個新嘅 AirSIM E 賬戶。完成註冊之後，就可以好似平時咁購買數據套餐。重點嚟啦，記得要喺出發當日到達之前，喺穩定網絡環境下下載同啟用 eSIM， 將行動數據同埋預設語音號碼都選擇使用自己本身張 SIM 卡。去到目的地之後，記得要幫 eSIM 改返個名，方便之後揾返張 eSIM 啊。然後開啟呢張 eSIM 嘅數據漫遊，行動數據揀返用呢張 eSIM 就搞掂啦。如果數據就嚟用晒，想加購數據或者120日內再次出發去同一個地方，需要購買數據，可以直接喺 App 點選有效數據套餐，再點選購買額外數據，就可以用返同一張 eSIM， 唔需要重新下載同做任何 set up， 係咪超級方便呢？再次感謝大家睇晒成條片，希望大家睇完之後，除咗可以知多啲麗星郵輪同宮古島有咩好玩之外，仲可以了解到 AirSIM 嘅 eSIM 到底點用。我哋有機會出團再見，拜拜。